台灣的咖啡多年來在國內外評比摕到袂少好成績，品質備受肯定。不過欠工問題嚴重，造成咖啡無法度穩定供應。對此，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甲農糧署合作，推動咖啡產業機械化。15日上午，在大厝花間咖啡農場辦理示範觀摩會，展示因的成果。大厝花間，他把他一輩子就所有對咖啡的一個鍾愛，就是放在伊家己的故鄉東山啊，今日阮初步有看到一寡較好的一個起步一個產業對這個最辛苦、最困難的這個咖啡的一個那個去果膠，還有就是分析然後借由機械化的一個那個升級，這個是我們其實是感到非常欣慰的。那這個要謝謝農業部，謝謝相關的單位。農試所最主要是在技術的研發，然後配合我們農糧署的產業推動。那我們想今天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觀摩會。那我們農試所這一邊。張博士這邊呢，有很多品種的研發以外，我們後製的產品，我們是要配合我們的政策發展，尤其郭老闆這邊也在推動一些有機栽培。那我們看到剛剛洗果膠的部分，其實我們果膠的部分，如果在有機栽培的狀況下，我們是可以回收再利用。然後我們農試所也發展了一套技術，然後把這個果膠回收以後，來做成類似果醬的一個產品。這個示範場所就設在大厝花間咖啡生態農場，現場展示智慧化機具，同時示範為田間採收、搬運加工全面機械化的過程。在地，咱的人力老化，工愈來愈無。是無工的時陣，你若無用一貫化機械化的物件來取代的話，我相信這個產業要行做歹行。個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講。因為阮遮有差不多60幾公頃的咖啡佇咱東山產區一樣攏是小規模的生產。如果有這套機械料，然後有機會服務大家，把我們這個產區做大，品質提升，我相信咱對外的營銷會愈來愈好。農試所表示，透過一貫機械化，會當省時省工。希望未來這個示範場所會當服務更多農民，提升咖啡的品質。將東山的咖啡行銷到全世界。但是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。